近年嚟，Surrey 市中心淨係得一個新樓盤開售，顯示出呢個核心地段嘅樓盤係非常稀有。而今日，我哋就為大家帶嚟一個全新，而且好有投資潛力嘅樓盤項目102 Park。102 Park 係由有超過40年經驗嘅發展商 Marcan 打造，至今已經興建咗超過35000個住宅單位。今次呢個項目位於 Surrey 市中心嘅核心地段，就喺102 Avenue 同 City Parkway 嘅交界位。買樓幾時都係講 location， 由102 Park 出發，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 Surrey Central SkyTrain 站、大型購物中心、華人超市，同埋各類康樂設施，仲有距離 SFU 同 KPU 都係幾分鐘步程。咁優越嘅地理位置，絕對幫你帶嚟穩定而高質素嘅租務客源。102 Park 預計喺2029年落成，到時 Surrey 3.0 計劃逐步完成，加埋2030年人口突破80萬，Surrey 將會成為大溫地區人口最多同最繁華嘅城市。而家新樓供應量低，導致租務市場供不應求，租金同樓價都持續升緊，令到102 Park 變成好吸引嘅投資選擇。102 Park 樓高44層，提供376個單位嘅住宅項目，當中9至43樓就係出售單位，地下1至2樓係 office 同零售空間，3至7樓係出租嘅 apartment 單位，而8樓同44樓就係超過19000尺嘅豪華會所。值得一提嘅係9至43樓嘅住客專享3部獨立升降機同專屬大堂，唔使同其他用戶共用，私隱度十分高。102 Park 提供1至3房嘅單位，仲附送意大利名牌 Fogger Milano 嘅廚具，高貴而實用，仲有2種顏色俾你揀，俾你打造屬於自己嘅理想家居。102 Park 絕對係 Surrey City Centre 最新、最有潛力嘅住宅項目，無論你係自住定投資，都唔可以錯過。咁就把握機會啦，即刻聯絡我哋，了解更多詳情。